家有好食。马莎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扎威。大家好，我係燕燕。扎威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哎，你太夸张了，今天水冻住红起来，冻住就是狗啦。哎，我講你都唔對。我哋都市謠，還記得啊？我記得啦，我細細時節真傳到真傳的當中，有乜嘅？點心，係呢？不過喺啲跳糖啦，喺哦不管啦，應該係都市謠。講起來都係農村嘅回憶。係啊，你看你想想啊，你生活按緊張，吼又變咗按多高樓大廈，你有幾규模大菜腳誒，行路甜度。冇唔錯，搞細細時節嘅事情。你細細時節搞過嗎？我細細時節啊，我有搞過打彈珠啊，係啊，看過芭比娃娃啊，很好。還有任天堂啊，我明朝末年。我你搞乜嘅？那嗰陣時，他冇媽，嗰陣時冇媽錢，踢鐵罐啊，有冇？大字牌誒，去架做。係啊，還有我識。踢米漢呢，作五誒。哇，你真的很久遠呢。好了，唔過嗰種時嘅生活較單純、較幸福之外，你去再講啊，呢個生活地位度，當日按高了啊，所以得嘅是點事？係錯，呢就係農村清楚愛做嘅事情。冇搶倆聲音誒。我覺得倆下嘅聲音，長3歲就會滑手機就會搞3C 產品，係啊，我覺得少了一點農村的溫度，少了一點那種質樸的感覺，係嘛？那金碧啊，我講，你出來回到那個感覺，好嗎？好。來唱到佢啊，做得講佢簡單，又做得講佢冇簡單。啊？簡單。冇簡單，你會衝過去冇？冇去繞口令，很亮嘅，冇啦，認真，我看到見咗啲。歡迎今日特別來賓曾文曾紀曾姐。嗨，歡迎你，好漂亮哦！你真的有農村生活嗎？有啊。你騙人，他時不時尚？這就 fashion 啊！曾紀喺那邊還講你。哦，足白。六家。哦好。他講話有氣勢，我好害怕。你知道關咩？對不起，我剛失敬了，再一次。請問一下，那位客家人？六家。六家。是兩位啊。六家嘅客家人。冬天嘅，你阿婆卡喺周田。周田有港人。你按超咧。係啊，你做得做乜界？我咪咁會做誒。譬如講做乜界？割禾啊。你乜割禾誒？哎呦，係乜嘅？西田啊，西田，係啊，跟人英國要種牛哦。種牛係配啥嘅？配啥嘅？西來種牛。對，西梅東秀種牛，就是那個嘛，那個木牛，小木頭，種牛籠，這是野鴨頭。你看有真言懂冇槍呢，哈！如果按你印象，按你生活啲人習慣度也好，啲人頭腦地位度也好，應該。印下當層的印象哦，是當上當然割禾嘅時節，韓國西田嘅時節有點心好食。你看，頭個年他冇錢，真嘅冇錢，是所以冇乜東西好食。不過有一食飽來，有啊飽，做得做些，要愛食，要愛夾，要愛夾，要愛省時間，做些還要緊啊，真緊啊，好，我想講。揚州是一個幾個家人，係嘛？係啊，那有可能哦。冇啦，邊緣啊！我好喜歡鄭姐的給我的感覺，就是佢本人雖然講給氣場很強，可是他給人家安定的感覺，你知道嗎？好，就是安定。後來講到安定，我家祖龍已經講，哦，我當反啱講以前啊，我沒帶粽，我帶涼糖嘅。哦，好，咁咩客家人啊？係啊，就客家人，客家。我前次咩都客。真甜哦！哎呦，要滾。三角樹它鬆一點。啲。我帶涼含幾度甜啲，你講按你好真傳當中一天都食點心。係啊，我所講金幣咩嚟做酸點心？冇做些是冇點心好食。真見哦，我係反映嘛，家人點冇？譬如講食茶嘅時節，冇畢業哦，係啊，用改嘢嘛，按你倒。繼續空咧，手機動咧，冇乜料嘅。錯，不好意思，我們這個年代咯，講真緊，你要緊呀，要緊呀嘛。佢頭擺做，師太也是6點鐘是茶壺泡鬼壺，
嘿，星期六。是到暗晡头7點，冇時頭是空開的。嘿，一天出營業天天，是到到位。嘿，韓國我公司差啊，用嘅碗，是咯，韓十個特別點點撇撇，老師種的當習慣哦，洗背日。像阿婆就會講啊，炒做唔識隔夜，我分享。係啊。所以到7點冇時頭是空開。一天喺度哈，正經哦。後來講到點心啦，做搶正節咯，哈。这么时尚，帮我们做一下很时尚的点心。哦，你要讲那个东简单哦，先剔一刀出来做嘛。是竹笋煮香菇汤哈，捞3層肉。3層肉唔好切，是幾條落去煮。冷水向下煮。等到煮滾的時間呢，竹笋湯、香菇向下，3層拿起來切，是阮集中是兩種菜。他當然是上時間，上時間又做來食飽。係啊，開始做。好啊，好啊。嗱，要是竹筍沒哈？竹筍。3層肉，香菇，就很簡單，就跟你的人一樣很利落。好。你要時間是金錢。不好意思，我聊太多了。唔會。好了，開始啊，神切嘛該。神切竹筍。長台啲呢個水會先到過水。冷水。好。唔好冷水。好。將個竹筍會腐哦。好。好。按切的時間哈，唔好切片哈。莫切片哦。這樣滾刀。按是凍夾。到時候是不用個鑊度底杯哈，讓3層肉放下煮。按切水跟就係動作就是按切的凍夾。對啊。凍法。跟以前一天有見過嘅有泰做啊、泰國台灣有哦，係啊，做了16歲。哈。個煮法像菜糕。有冇講？該唔係壓絲啊！小炒開始煮上嘛哈，煮過來時就要讓個汁逼出來，要本煮食，讓煮菜香下。按逼出來時間如果你個火勢要減好，該某一天個飯會出火來，出火來都不嚴嘛，不嚴大，對，當然是出火來的飯。唔過捱啊，最近做頭啊，嘅肥兒係太薄，嘅肥兒就係啊，啲小炒嘅時間，咁樣空番薯，空番薯嚟食。哦，跟後面嘅，跟住後面嘅嗬。所以後面捱阿公冇係食番薯呢。那番薯一本煮起來。係啊。係啊，因為煮蠻有錢啊。我就係煮。咩？煮蠻有錢。煮蠻有錢。我本來會賺錢嘅是他炒。跟住後面。係啊。真嘅啊！真嘅啊！不下廚冇要煮誒。係啊。我係冷水時候。嗱，韓國係切啲個香菇。好，幫你切。唔係，人家小水灑過來。好了。用個冷水用。聲音哦。突然覺得他是主持人，我們兩個是來賓，我好害怕。我發覺啊，愛生年嘅東西，就會糖年嘅包。真勁哈，跟水辣冇？辣哈。冷水嘅時間不用落去。用順嘅香菇要強下落去。強下。係啊，唔是等一時候薑嘛。哦。啱講哈，也是可以，你3層肉是不用下去沖。咪薑水特色哦。唔係。唔係哈。反正哈，咱煮起來是比嘅，啲東西落去水是會多出來啊。好。它有一種氣勢，我不知道怎麼說。排這要排。怪怪嘅。看這也怪怪哈。你對養生有沒有導航？我嘅時間哦，我食嘅時間食。係啊。我哋嘅時間該我改嚟鉗呢。哦。是唔好開蓋哦。冇開蓋哦。火是大開的，可以滾。就按簡單。是當簡單。你好好聊個天好咧。做得我講嘛該。你哋阿生年呢有強下帶冇？像係 T 恤冇人強下帶。哦，其他都睇，睇啊，要到到我嘅做事，係。點解佢做事啊？生意結睇咧嚇。最睇35歲。35歲。今年講34啦。你做唔得講做阿婆咯？今年會做阿婆。叫娘呢？今年會就忙腳軟。今年啊。冇可能行水嘛，唔會相信你阿婆。今年。係啊。冇陣。以後面講生年細時間，譬如講佢咩帶料味咩？係啊。要做點心比較什麼？譬如講，你喺媽媽細時間食點心咯。哦，你要細點心，你煮本比較是冇一些。啊。你喺嗰一年嗬，食我全部是個麥當當。素食。係啊。哦。所以我調教師喊佢冇是講你冇營養。我冇發吐啊。
佢住喺你個面前冇事啦，佢讀書嘅時節是冇俾買年先喺你個唔知。嘿喏，弄喺你細細時節強用。係啊，爸爸媽媽不肯言講，做唔得生物嘅，一天條條食。係啊，真嘅啦，你冇俾時其實有食。錯冇？真嘅真嘅。好，看一下棍嘛。棍嚟啦。哎呦棍嚟，哎，唔得背肩棍。拉一下嘛。唔是老是定佢自己會輸落去。真嘅嗬，安尼差唔多下棍結叫。懂腳啦，你講貨胎哦，差唔多。貨胎唔係貨胎。咩？差唔多10分15分。哦，10分15分，因為我想講加豬肉啲大下啦，要釀到冇？唔可以啦嗬。佢哋不會按好，用可能。唔講安尼係10分15分哦，這樣嚟去啊係啊，嘅去看一下啦，洗鼻水，做得啦，好冇？好，10分15分轉來哈，冇這塊哦。哇，真件好誒！哎，其實凍夾哦，唔是都是5分鐘。對呀，凍夾。來，夾皮了，來，正姐來，你夾啦。這是你的主場。對哦。哇，很強哦，3層肉。哦，俺是做的嘞。俺做的，也很愛弄切。你在哪切？來包喲。對哦，這樣擺桶。你切青菜，你切薑之後嘞。你薑少係嘛？薑少哈。薑少還冇切。我3條哈。俺講，我愛吃4款啦。好。懂誰哦？正姐菜刀拿起來架勢就不一樣。對。俺夫人家會是煮東西搞這哦，不過夏天啦。跟你說比寬啊，你才是最厲害的。哦，唔係啦。你生也會煮什麼？我呀。哦。你乜都會做，我做唔做天天？做唔做天天？哦。哎，你那是調味嘛？哦，俺講，你會是調味。你有蠻講？唔是調味啊，你就吃起來味嘛。咦？樣誒？你吃食看下有鹹冇？我冇標準嘛。每次落去好食，我就冇一半點有食咯。好啊，你敢沒法？少哦。有鹹鹹冇？係甜。甜。你是講食菜啊？冇，我有講過冇一半其實。還是冇啦。來裝一下，裝下先。要是咱已經料味了。好。你的要啦。好啦。來看你要啦。你做菜很美。哎呦，我好喜歡看你做菜。按注意也是兩樣菜嚟嘅。哎，真嘅嗬，哎，這時節咩係用型？對呀。哦。哎，那時候煮，個阿爸沒有做的是冇煮過事。跟你幾歲開始煮食？哦，5、6歲就開始了。哎呀！人愛煮啊，你煮飯還是？煮甜呢，煮炒小菜。阿姊是會搞啊。頭擺都係阿姊睇落滿。哇，真嘅。來試試呀。好啊，來。暗香。就順湯、3層肉、溫結醬。來啦。看到啲芹菜全部係 top 貨嚟，有冇 top 嘛？你喺當到先生都講，你啊芹菜入邊唔是挑剔，用嘢是其實當好啊。按炒差唔多嘅炒嘛嚇。誒。按啲糖絲落去。好。高湯嘛嚇。係啊，要是雞湯啦。雞湯啦嚇。冇調味啊。唔是咧。又唔是。俺講試看啦，係冇便宜哦。你係是健康啊，講食材。用飯嘅。好甜哦。好食咯。冬天。我說不出來的甜，冇調味。正姐來吃了哈。好啊，我也要吃。你看想到人生先用要淋糖，好食嗎？有調過沒調？有。細細時間啊，最好啲種下看乜嘅？看阿婆啦、阿姨啦、阿伯妹啊。開個乜嘅？蛋乾。蛋乾還有蛋味。米咯。
下面咯，底部做做乜嘅？做乜嘅？米奇木啦，種湯啦，種三層肉種飯啦，飯條安尼。開店先出去食啦。肉絲了，溫一個醬，一點贊。那冇想到安尼用吼。煮下有到個魚肉冇哦。啲所以人家已經講，啲米吼冇加鹽。都冇啊。同款一模。今年都冇。你下後生人流行嘛該？真心不騙嗎？今年。來啊！好冇？冬甜哈。它有一種更好食。田野間的米線，大菜腳哦，扔到草地上嘅感覺，一香菇咩嘿，生香菇咩？係啊係啊，就最原始嘅風味，好食冇？當好食。唔會講如果油啊。係啊。你煮三層嘅合配嘅嗬，其實會油會浮起來，人咧是會結。係用加油嘅技巧當中嘅。哎呦，係生冷水嘅時間表嚟。係啊。乜嘅東西都冷水冰，一天係冷水冰，鹹強哦。所以馬莎講客家人食嘅東西天出會凍鹹，真嘅。哎呀，就當好食。按好食嘅湯，按好食嘅肉，唔講係做食點心含鹹一味嘅感覺吼。然後你講佢清淡型，經典。又會是牛，又會是好食，又會是飽。誒，我講係難得搶到。鄭姐來兩位，佢細細煮食咧，係當然領教一下功夫。你看你係做功夫啊？係啊，這個來農村嘅料理好好啊，是煮米奇木。啊，米奇木。煮炒一糖誒。糖誒。哦。嚟最好食。係嗬，鹹咪哦。我係有當鹹鹹冇？唔會啊。唔會嗬，鹹咩哦？嚇。你都識甜咩？好食甜，唔過鹹咩嘅鹹啊好食。係哦，好啊。佢叫我嚟煮咯。哦。米奇木。好啦，等下看一下米奇木。米奇木。煮米奇木嘅啦。係啊，我開始煮咧。其實我係細細時間好食甜嘅米奇木。係啊，佢挺簡單嘅。哦。佢根本都唔是煮，有米奇木有桶是做的咧。湯水拉拉下就做得事咧。你說啲眼人幾簡單咧？誒，實在是冇被教。今日想細學到來。好來開始煮哈。好啊。當然啦，米奇木當蔥葉咩？哈，你係你兩頭吹最主嘅主角，哈，還有啲三層肉。係。挑牙。挑牙。哈，還有防水條。其實你一點點。蔥咧，香菇，你叫菜一天愛，一天愛。還有我看到你我好奇，因為啊，我看到啲芹菜全部係托好來，我冇托咯。你啊，當到先生都講你啊，芹菜入邊唔是漂脱，佢講佢冇壞脱，嗬，表現是其實當好啊。所以講有到沾到水嘅啦，洗到一條黑色，壞脱咧上班咧是冇嘅啦。哦，偷睇佢，落外面冇。你講整人家嫩嫩長長，其實當好。其實當好。係啊。誒，我有好多時你啦。你啊，比香菜還要好弄。其實它也還是還有纖維。有啊有啊。高湯。係雞湯啊。雞湯之間換咧。係啊。後來開始做哈。你要成三層切。好。你要煸好，所以要切它破掉。好。你哋係咪當你煮咩？呀。冇一聽。西柚有煮下是煮啊，西柚冇煮下哈是青菜絲轉羊家絲。經典啊，買羊家條咩帶腐菌。哦。番切啲三層咁啊，哈，韓國香。還有香菇。香菇煎過嘅啦，哈。按兩片之後，它香啦。我看你切出來真嘅都上心講，差唔多5、6歲就開始做經典哈。真嘅啊。從頭。經典哈，冇便宜哈。你還記得你做過最多年食一餐幾多年啊？判兩種做。啊哦。你是唔是啥？差唔多家都台中上班嘅時間，我煮飯嘅公司嘅供應室。幾多啥煮？你自家？我自家人啊。哎呦。9點2歲市場買菜。你真人排泄還唔夠家嚟做食。係嗬。也唔是係無限嘅。也是過7個月嘅時候。係啊。好，芹菜嚟切下，芹菜光。係。哦，芹菜光切。到時間就俾人樣去窮下下。係。
还有叫出来，我知道吼，客家人要同我食叫出来，同好食，我自己都同好食叫出来啊。係啊。其實你哋配料全部會客家人，煮糖啊，煮飯條，煮麵。扮演。嘿，扮演，聽錯愛食嘅。當好食。飯條啊，將嚟就但像是個甜嘅嘛，淥糖水，能夠鹹嘅嗬。昌太靜有試過米線冇，還有乜嘅煮法冇？麻糠。嗌哦。係啊，米線。炒嘅啊，用炒糟嘅啊。係哦。然後啲調油膏啊，用嚟炒。知道好食。係啊。啊，入面後基本上時間啊，用煮糖去夾。哎呀，南西也是做南西嘅煮法。那唔咩講？咩應該講？你蝦人當然看人節目，最雙薪家庭懂多啊。簡單就簡單就好。媽媽要上班，可能佢做下班做得學起來。哦，好。切好，全部切好誒，全部裝好咧。好，俺家是啲隻肉落了薄嘅。好。俩呢，俺是3層先落去煸。好。要不然香味出來咗啊。好。油唔是按倒啊，香港3層有油啊哦。係，錯啦。俩人正經冇曬油。正經。哦。俩都落嘅，這是簡單。唔講，你身材維持得當好呢，你應該冇皮膏，你一直按抽嘅。有啊，態度是要是的。咁冇強樣啊。跟你講冇皮膏啊。好羨慕。我吃到一樣東西，你冇拿出來，你意外哦。乜嘅東西？你想你煸東西，一定要下邊，你冇煸下邊。但好容易佢會用。按第三度嘅原來是都唔會下嚟的。客家人根本都東西用下講下邊嚟的。佢認為該倆下來帶嚟有冇？真要改變啦。睇自家是會講啊，你喺老馬行得好形容，像個中嘅咩形容啊？係啊吼。好容易是會爆個我嘅乾。係。好冇？按客家人是剃頭。剃頭。好冇？好。咱講啊，咱上到海，你3度來，那有乜解幾幾十度可以寫？真嘅啦。梗有開過，好不容易做事以後。係唔係啊？你找個香菇放落去之後呢，人家葱呢放落去。冇唔錯，係。再放落去，再放來。你放出嚟切到一絲嘅咩哈夾熟啊？而家是全部都俾落去。哦。好。再放落去。俺講嘅做了出夾。要熟，知嘛？從頭就是熟啊。有香味嘅嗬。有。韓國啊，有嘅材料全部係萬用材料。真嘅。按講嘢再就凍醬。係面通通啦，咪做嚟食咯。冇唔錯，真正講嘅。按差唔多嘅錯嘛哈。又翻下去。好。又係挑牙。挑牙。挑牙是在講當好食。當好食啦，客家人都當好食。挑牙吼，單槍炒料叫菜，都當好食咧。冇唔錯。韓國也清好中。冇唔錯。就講係隻阿喬仔用咪喎。係。裡面從下是中挑牙。哦，我有聽過安尼事哦。真嘅啦。聽過。佢因為面從下要一條細唔到啊。按炒差唔多嘅炒嘛嚇。按入糖絲落去。好。高湯嘛嗬。係啊，要是雞湯啦。雞湯啦嗬。再落去。好。要是等於滾咗以後有啊嗬，按你全部讓冰落去。哦，咩真係同樣。唔講你下變化按太啦嗬。你知道你下生意，然後以前生意嘛冇強樣。冇強樣啊。教會冇強樣啊。唱記到，就我知道你下生意咩強樣，佢可能冇法度。係。像你安尼當共鳴。係啊。哦，你講你講家鐵通嘅做得做米奇木啦，嗬，要做得什麼嘅記到可能冇。有時候講都是神奇寶貝啦。如果人講冇人講調歌。對。冇人講調歌用，調歌用。係啊。梗係調歌唔好講。真嘅。所以你搞笑嗬。有啲困難。錯嘛？你糖滾咧錯嘛？嗬，按是咱倆米奇木冰落去。米奇木冰落去，弄加啲托好嘅嗬，芹菜嘅葉嘅。係啊，看到食幾多？啊，純咧是在做甜嘅嚟食，是唔是大餸？真嘅人很好，點解好食甜？係啊，留啲本是甜嘅。就像我跑喺大半夜、煮半夜，一天要留1碗
煮甜的饭。这样啊，每同好是甜的。还没有是甜，没有每同好是甜的。大概叫 Q 妹主办人有啊哈。一听吼，你今天留个甜的饭来买。因为人看主办人，人个要落啲汤买嘅。系啊。汤血留話一聽有加一樣，留血做甜。真嘅，你看有鹹嘛？要真係講嘅，只有啲胡椒粉哈，咩冇聽到啦，有啲梅頭是好咧。但係他我發現一件事情，你唔記得了，唔記得乜啊？冇調味啊？唔是咧，又唔是，俺講試看啦，係冇騙你哦。一幫啊，真嘅，真嘅一改啦，真嘅，你冇調味呢？係是俺講真嘅，沒有調味哦。你還是健康啊，講實在。像我哋嘅姊妹都食個五谷米啊。錯嘛？你騙人，你加有調味？冇啦，是看人來啊。一鏡到底誒，冇調味吼，用版嘅。好甜哦，好食吼。甜我講嘅甜吼，唔免安怎好咧？好，安怎好？當甜，我說不出來的甜，冇調味。當好食。難怪你愛炒。我挑挑嘅米。Andy 吼，迄正經用真米做的米奇木，正經唔講湯梅哦。根本是糖啊。唔會是糖，你用版煮都按情哦。當香吼。當香，真嘅當香。你糖都係囤起來。真經係點心時間咧。俺講食東西是講唔好食痛到嘅化合嘅東西。化合東西，真嘅當定嘅。我用我都冇用啦，冇用。係啊。我攏講冇講哦，正經太搞想講，哎呦，你調了暗好。冇，是個煮埋東西，所以啲個材料吼，佢要出埋個味道來。要出埋味道，是要做幾樣慢做個甜同樣要出來。今日張出來攏講，唉，以前雖然講做本木看顏色，吼，冇法度，不過當奇怪哦，也算唔當厲害技術哦。哦，係啦。係冇。所以要感謝吼。真嘅，有上是真嘅安尼。真嘅。這種時刻你有冇想講啊？按富。按富哦，用乜按定然後喏，讀書也愛做吼，有標好也愛聽書。唔過你看，駕輕就熟誒。實在誒。唔係特三年，我攏講係講正經話哦。甚至有的很有技術的那個。懂有技術的人。懂有技術的廚師都冇像按吃鹽。係吼。你看你切菜啦。梗係點解從頭做從？係啊，從頭做嘅東西愛好食，你適合嘅竹筍湯。係。然後三層用溫吉醬。別下什麼？砂鍋嚟是食了米奇木。嚟當包唔講啊，一天做得食。真嘅吼。來調起來，龍太家講，我攏調來按燒。龍太家講，你煮本太家食咧係乜嘅？米奇木糖。米奇木糖哦。要法機要下講冇？冇，做法機啦吼。花枝魚醬。哎，懂會食啦。正姐貼來包裝的就獻給家家又好食嘅，都幾歡喜的。很有歡喜吼。不過到5000位一 pose 還是100分啊！哎呦，唔慢講，按做得嘛，做得啦。哦，是嗎？啊，再過去團。好可愛，看這兩個，很像在跳那個。對啊，你們好像在跳探戈，換來換去。懂有默契。你搭擺來你就本來當到嘅驚喜。係嘛？啊，真嘅啊。蜜奇哦，唔知吼，啲甜筍色飯一定係太解同啊！係啊。好食嘛？我係木煮款的一煮，你讓我講你冇調味，我真嘅唔相信。我家做冇本吃生，出來你感覺，我想講可能係有啊，我做動力開嘅，唔知咧時間吼。
肚肚吼，大家一口夹起来咬下去，不管係跳牙，不管係韭菜、米奇木，也係豬肉條，也係芹菜，那個口感是一致的。那個脆口度係同樣嘅。好食哈。真嘅當好食，還有個糖，人哋講你以前真嘅當辛苦啲煮料就食嘅。枸杞絲唔會再個用埋。往事不要再提。也是像講故事樣有啊，它唔會有cái乜嘅好壞嘅問題啊，真嘅冇。跟你是唔同，係最強嘅。係啊。哦，將你食起來，所以最強嘅。最強嘅。好好吃哦。我介紹另外一個最強給你。最強。哎，龍記強用哦。簡單又不簡單。哦，簡單不簡單，這個不簡單。哎呦，又蠻不簡單。我先講。像安正姐做的東西，都得得獎的啦，有冇？有。冇可能啊！冠軍。2016年最好食嘅米線木冠軍。米線木呢？我哋已經最好食的。啊，還有好食的。好啦，她就是你的白雪公主啊 ！Let it go！ 向你出來，向你出來。哎，你歡迎劉雪玲主廚。好，歡迎謝玲姐、謝玲主廚。哇！冠軍得主來咧！冠軍呢？自家講。大家好，我係劉雪玲。嚇。樣板得到米線木冠軍。米線木冠軍就係米線木用嚟融入海產，撈客家味道。係。就為拿來做創意，拿來包裝誒。包裝誒？係。裝啊？包裝誒。米奇木包裝誒，你有搞錯嗎？對啊，米苔木粽子。變魔法嗎？不用變魔法啦。你看鄭姐啲看嘢啦，她一臉狐疑說：對啊。米奇木包裝誒，你做得想象嗎？當然想象。唔是雪糕咩？唔是糖糕。係啊。佢應該咩？你有食過嗎？我有看過。佢見厲害。你見邊咗你本人食咯？係，我最期待嘅就係食到冠軍嘅東西。來看一下，冠軍呢米奇木種嚟用嚟做。好，來看你。謝玲師傅，哦，我家食啱好食嘅米奇木，你係用米奇木嚟做粽嘅，係鐵100糖度，係冇？你家屬講，你使唔使一直啲團講？我加很多米奇木粽嘅啊，我都想。你係我冠軍料理哦。講一下人冠軍料理。你係我沙皮嘅料理哦。係，我慢講。米奇木，融入海鮮，你係海鮮那個魚醬，然後花枝魚醬。啊！你啊咧，客家梅乾肉，係鹹菜雞，係鹹菜雞，加客家香油，加胡椒粉，芹菜油嘅。我想喺之前參加迄馬比賽，家已經講嘅時間冇馬糖冇馬清楚。客委會頒呢，客委會頒的啦。哦，拿到頭頂就超嘅。冠軍料理，去年的創意米式嘅料理。創意米式的料理，用米苔木做主題的。哦。要融入海鮮。你家食到鄭姐嗰種最傳統又單純嘅嗰種溫暖嘅米奇木，你係創新嘅米奇木。係。好，來開始做，好唔好？又係。魚醬，你底部都有加啲豆嘅係嘛？係全部加。有花枝，有下講冇？冇，做花枝啦嗬。花枝魚醬。花枝魚醬較多。你搭擺來都本嚟當到嘅驚喜，係嘛？最近啊。謝謝啦。做大洋菜都很像那個，我上次有唱給他主題曲，鄭姐。人家主題曲也蠻感人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公主，謝謝啦。來用拿嚟哈。好。因為油蔥嘅係一個炒嘅。係，一個煸嘅。一個煸嘅吼。係，用豬油去煸嘅，香油。跟兩時啊，吃粥嘅時間，一家一天有時間吃粥過嘛？哦，可以鹹都冇得。真嘅假嘅嘛？真啦，馬上鹹。萬然我唔食。而家再講嘛，係啊。因為係呢度唔係咧，好好咧，學係嘅，非常好。唔會啦。唔講樣係鹹啊？
下面讲啊，你就专门生蜜的种的啊，没生蜜期末吧？嗯，乖乖的嘛。嘿，乖乖的。跟来拢讲哦，跟来拢讲哦，你哈开始，你按有新的东西，做下慢点，帮妈妈来的，做得好好来看你。好。干安尼去揉它嘛，就是只融合还是融合，也还讲一天要揪个绵绵。无跳面，因为佢夹胸下有冇？但下面期末就唔会散。哦，已经夹唔将来，安尼。佢这样会定型。系，佢这样会定型。当多年啊，我这个时间我朋友讲，你喊出来用，我系现炒河，因为你事件的关系，现炒河。现炒河，你用乜解炒？用啲都有夠肉，有酸有夠頭，肉嘅哦，有酸頭，有辣椒嘅，有辣椒嘅，我看到嘅。偷油米酒扁糖。講下慢啲嘅啦，拜託講下慢啲嘅。砍菜肉，嚇，舊肉，調油，扁糖，辣椒嘅。哦，扁糖啊，即係扁糖咩糖厲害，叫乜爽色？錯，我炒過，扁糖我炒過。好，唔加做底嘅，聽冇？係，你係做底。嚇，你做底了，你一包落去，包落去，又要搓面了。搓面。哦。做唔得鹹絲麼？做唔跳鹹絲，因為你迷你種哦。你哋要整呢，佢整嗰米絲麼會胖麼？唔會胖。胖一嚟天你唔會胖到嚟。你應該會講哦，有等人煮，會逼開來。唔會。你們包裝係咪已經？會，唔過冇按醬，包裝的是就好。我細細時間吼，我有一件事最唔愛嘅，所以我婆講我熬了種嘅嘢。來，當好熬。用白熬。安尼啊？安尼。安尼是做的。係啊，咩啊？奶貼。你安尼起碼做。哦，起碼做你一天要較長。係一天咧，你倒出來，將做嚟包嘅較鹹，錯冇？包較鹹到。我嚟做一隻哈。好。我等下想看馬上做點麼？來，咩？來看鄭姐做。嘛？佢喺做餅較強啊，噻。那有可能。我當時我在包裝，唔是包糕攏誒。這樣解？餅是包糕。外面同我包啊。哦。外面同我包還是唔是做？真正解。係啊。輪動來包。頭個五隻吼，佮種嘅迄種竹糕雕誒。係。錯。鹹鹹多其中半中攞翻中。係。錯。都包梅吼，有上是冇做嘅好雕，以前阿婆做嘅時節雕嘛個門的那個門。雕門那個門山的啦。其實炒嘅店內，哎，我好像不會。甲迄包嘅時節，包通都是用竹竿穿起來。通色的啦。係。係啊。你通色的嚇？應該香港係做咗按色咋？以前沒通色。哦。不過哈，我們的鄭姐不會包，但她 pose 100分。來，鄭姐。啊。來啦，我唔做係啦，我來幫忙啦。來冇媽曉呢，你會吧？還是講。我跟你講，他最客氣，來冇媽曉做。來正經冇媽曉做。你會啦。哇，璇姐你很強哦。我的那個底做得這麼不好，幫我救回來。來，譬如講，哎，你剛剛包起了。這樣子哦。嘿。好，來，這樣子。由內向外，內向外2圈，手這隻手，要到手按嚟攪轉去，佢嚟扎嘅。嘿，慢慢對位哦。好，呀，好，啊，嗰條第二咧就拆開隻蝴蝶結按嚟。哦，好厲害哦！這時間按嚟剪下來就是寬的。給太技術做的。哦，沒有人講有上色哎。對。他趕緊做我們的剪貼。好了，因為盲人還會用。來，不好意思啊，來啦，歡迎你了。哎，讓我們掌聲歡迎，讓我們歡迎鄭雯。去看啊。好。按下去，你按下去。哎，正經唔是包糕中誒。哎，懂會是啦。鄭姐替代包裝的就獻給嘎嘎與後生的，都幾歡喜的。很有歡喜哈。不過到目前為止 pose 還是100分啊。哎呦，唔慢講，按做的嘛，做對啦。哦，是嗎？啊，再過去團好可愛，你看這兩個，很像在跳那個。對啊，你們好像在跳探戈，而且他們兩個懂有默契，有冇？過來做的哈，做的。好，是嗎？韓國不過去沖嘛哈。包起來。包起來，向臉哈。其實唔會呢，甜呢，因為姜未轉就好。上高去。哇，好厲害！你騙了，你命就會。不是，菜糕是按一甜哈。嘿。
2天，好嘞，按滑落去冲嘛哈，拉一下，擦，韩国让阿勇引落去，哦，丢出来，答对了，经典哈，你好厉害哦，拍手！师傅搞都好，暗公来吃到几片啊，还没吃到几片呢，经典冇包过粽啦。然后讲，你喺埋这个粥北边啊，如果唔記得。好，用落去肉汁用落去了，好，咁愛吹幾叫，去15分鐘，啊，15分鐘。台佛正15分鐘，會開火係啊？好哦。誒，跟你身體擺見到正解係啊？體擺。你家看佢煮東西啊，係用喺啲講法，知道你係用扮現嘅啲嘅模樣。歡迎家。暗公來吃到正解一點，懂和氣一點，嘿哈，就是心夢意，懂好相處。嘿，而且我覺得兩個人有那種因慈惜因慈的感覺，就是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。跟你家你準備嘅時間就講哇，太師傅呢，太師傅，你當有名係嘛？有啊，當有名。用錢空姐的用錢2010呐，對，2010得名，2013得名，對，2016。哎，正姐很厲害哦。我跟你講，我都會去 Google。來什麼英英呢？應該給你請正姐了，英英呢不會讓我們丟臉啊，要找一個很棒的師傅。沒啦，其實他們來，俺就講做唔好。唔會啦，唔過兩啥當厲害出，啲米色底杯度雖然講哦，龍舌來大咧咧的，唔過啲做米色的時間那個細心度哦就完全不一樣，好冇？哦，哎你。想聊一聊，大概3-5分鐘咯，差不多這個等10分鐘，好。好，10分鐘，因為細細講嘛。10分鐘以後轉來，就有總係好食的，係當上嘅食的。哇，很強又強，非常嘅強，愛最嚴，愛皮最清楚。也未嘅上妹，哈。哇。沉甸甸的感覺，你知應該係正姐包誒，這是應該包。唔咩？有腰身。你現在會講哦，這種甜。嘿，哇，這就是米苔目粽子了。哦，好神奇哦！但槍用看嘅出創意十足了。你有想到你這樣師傅應該按得到冠軍嗎？冇想到啊，太感全部做太師傅。你還沒太師傅哦，好特別哦！來，正姐，你做得想象你係乜嘅米線？特別係外加食過人煮嘅米線冇嘅。哦，佢啲係有梅頭嘅啊。因為佢有標嘅鹹水滾油嘛。跟梅頭是凍肉梅頭，凍香啊！來，哎呀，做好嘞！講嘅米香哦！來，聽下龍太家講，別冠軍呢好食嘅料理，按到乜嘅？米苔目粽誒，聽下來食。它之间的 Q2 嘞，龙米奇莫 Q2，竟然是一致的哎。对。哦，然后当厉害就卷出来。对。那之后卷出来的底部度加太多粉，让这个味道整个提升起来。很开胃耶。这应该不能当点心，这吃完一颗还可以再吃第2颗、第3颗、第4颗，许多安不然都饱了。点心之王，对不？傳承，我傳承下去。哎呀，失蹤嘅呀！我迫不及待，我啱啱唱。
哦，饼还香香的，很那扎实哈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特别哦。那个米奇木冻 Q 诶。冻 Q 之外，一定来对米奇木的印象一定係煮，譬如講豬肉啦，哦，那可以擺食到有海米，因為它是花枝漿，對，花枝漿的 Q 2嘞，用米奇木 Q 2竟然是一致的哎，對，哦，然後加上你嘅梅乾菜嘛，你要炒過嘅嘅料，那很多的食到鹹川肉嘅米絲，好，我覺得那個這個冇得體秒做唔得啦，喺乜嘢點哦，當厲害就拳菜。对，那做拳菜的底味度加太多粉，让这个味道整个提升起来，好厉害哦！真是香港人有许多一点点辣辣的味道，胡椒粉，跟辣辣的味道很开胃耶。这应该不能当点心，这吃完一颗还可以再吃第二颗、第三颗、第四颗，许多安不了的饱了。点心之王，有吗？关羽，来呛一下我们的主审，为我们讲究。哎，郑姐，你看来是别，你是木矮。真给哦！对呀，后续的东西是看来。我喜欢郑姐的态度。谢玲姐，你这种是得到冠军的时节啦。你有特别想讲，你能量的东西太多嘛该用的境界。传承，传承，要传承下去。所以讲后台的会读中的。哦。也虽然做嘛该抢大白抢来，像唔加包装啊，第啊，专业要做出来呢，因为熟师嘛，熟师的事情要做到讲。唔过一本后生人哋讲啊，原来我做家人很嘛该，就像郑姐一样，来细细时间，这些东西都升值在我的协议里了，因为有以前在我俩的，差，哦。我希望啊，下摆我有看到很多的创新的客家料理店也是好发现，好吗？好，特别您是郑姐，谢谢郑姐，看郑姐啦，你看俺是好啦，后续的东西做唔得留。有上次莫讲披萨，还有上次来讲英英嘛，我龙英讲有上次佢某一天做的正经感受到你来，哎，用啥加成让英可以感受到哇，那个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差很远，不过这种时间美好。系啊，嘿，有上时要经过年章做的 TV 度。有人也是讲，朋友用嘛唔是多，你用该时候，最多嘛该。唔讲嘢其实定义上司，唔是一提点去，其实定牙意思。系啊，系吗？真嘅。唉，做单枪来煮菜，冇想到安慰煮。哎呦，你敢讲青菜呢？你敢讲你要是绿色啊？你膝盖做得去打弹珠。真嘅，打弹珠真系搞料呀。对。是一些你来，唔是做色的啦，来做一些搞料的东西也很好。什么用啥啦？哈，用啥又变好姊妹哦。系啊系啊。那咪穷下来，大天发预约。穷下哥搞来做色，好哦。真嘅。你结究诶，冇像郑姐，冇像一些你这样呢，转到以前过去的时间，有阵时啊，唔系讲过去就过去的。因为过去的东西还没流到你的血液里边度哦，有阵时拿出来毁灭一下，毁灭方式最好的方式係乜嘢？生命色咯，好唔好？正是舒看呢，家家與好色，你就得到當多的温暖，還有靈感。記得咯，到我哋粉絲專頁添下讚，添一下咗哦。同一時間，舒看呢，家家與好色。歡迎大家來主持。張來了，張來了。真的，我是睇啦，你全部你帶走去，帶回去。今不如來咧，家家有好食嘅節目哈，來煮了兩樣菜哈，當感謝主持人請來煮了食哈。一種係竹筍湯煮三層肉混吉醬，一種係米奇木湯。煮了兩樣是講係上到透過無限都無愛時間10點鐘嘅時間，所以當時們睇自家。向大家分享了款家家有好食。